中央社记者廖玉阳台北23日电，关于离岸风电谣言四起，风机商30重工维特斯今天澄清，将在台湾引进的风机通过国际认证，至少能用25年，而且发电效率不减，绝不会10年就成废铁。政府大力推行离岸风场开发，吸引不少外国开发商来台投资，但计划还没实行，就因费率、发电稳定性等问题引发讨论。风机供应商30重工维特斯 （MHI Vestas） 今天澄清，规划在台湾使用的风机都经过国际验证机构测试，确认至少能使用25年。对于台湾特有的台风气候，也都通过测试。对于网络上引述国外报道，指风机10年后效率将骤减 ，MHI Vestas 共同执行长克罗斯个 Lars Bondokroks Gr 表示，那应是多年前的报告，且主要是受当年风况不如往年的影响，并非风机技术问题。未来在台湾使用风机可保证功率曲线稳定。克罗斯个也对近期经济部预告草案中设定每年满发上限3600小时发表看法。他指出，设定满发小时上限会使开发商倾向使用效率较低但较便宜的旧型号风机，但相信台湾政府应该会希望使用最新技术、最高效率、最低成本的风机，这样的限制并不合理。哥本哈根基础建设基金 CIP 今天邀请风机供应商 MHI Vestas 及中钢亲自澄清网络谣言。CIP 台湾区财务长徐正颖表示，风电相关疑问应该向专家咨询，就像有病要找医生，而不是蒙古大夫。希望各界不要随便听信，散播不正确的谣言。编辑黄国伦，1080123。